各位朋友，播道醫院咧喺今年年尾咧，與你分享咧聖誕嘅佳節，係紀念耶穌基督降生嘅日子。咁播道醫院咧係一間基督教嘅醫院，咁本着以醫為愛、以愛為醫嘅使命，我哋為咗回應神嘅愛咧，服侍病人同埋家屬嘅。而家咧就想與你分享咧我哋嘅聖誕佳音。我哋有來自唔同嘅部門嘅醫院員工咧組成嘅詩班咧，為你哋獻唱幾首詩歌。咁亦都有我哋陳乾開牧師咧，為你哋分享信息，希望為你哋帶嚟平安。咁之後我哋院牧咧會為我哋禱告啦、讀經。咁我邀請你哋咧可以一齊咧細心欣賞、聆聽，祝福你哋咧聖誕快樂、平安喜樂。讓我們一齊嘅禱告，為我哋所愛嘅人一齊去禱告祝福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我哋喺呢個時刻面對香港好多嘅人喺艱難、喺困苦裏邊，主耶穌，你仍然活着，你好愛我哋，你都知道體恤佢哋嘅軟弱，因為耶穌你喺2000幾年前降生喺伯利恆馬槽裏邊，為要去成就美好嘅救恩，為我哋嘅罪去釘身喺十字架上，流出你嘅寶血去洗淨我哋嘅罪，成就呢個救恩，將呢個救恩賜俾我哋，使到我哋能夠得着你嘅平安同埋恩典。願主耶穌你施恩憐憫我哋，亦都喺呢個時刻求你去賜下你嘅平安、你嘅安慰，讓我哋心裏邊得着盼望。我哋咁禱告，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天使祝福，聖誕佳音，先向天野奔呼。
關於耶穌基督嘅誕生，
喺聖經路加福音2章8至14節有咁樣嘅記載：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，夜間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，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，牧羊的人就甚懼怕。那天使對他們說：不要懼怕，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，是關乎萬民的。因今天在大衛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，那就是記號了。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：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，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。主耶穌基督又咁樣講過：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，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，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。呢個係記載喺馬太福音11章28節嘅。主耶穌又咁樣講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係約翰福音嘅16章33節。聖經讀畢。各位好朋友，呢幾日全世界都洋溢着 Merry Christmas 嘅好嘅消息。你同埋我都有生日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祝你長壽啊！但係耶穌嘅生日呢，係全世界都有人為佢慶祝㗎噃。原來聖經咁樣講，耶穌出生嘅起源，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原來耶穌基督出世呢，就係全世界嘅人都話呢個呢係救主嚟嘅，係拯救人嘅。另外喺聖經裏邊呢，有一個同耶穌好親近嘅人，佢後來就寫咯，佢話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。哇！原來呢位神見到呢個世界有病患、有傷心、有戰爭、有經濟嘅困難，佢就派佢獨生嘅仔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，經驗咗人生。耶穌嚟到世界呢，就話到明要體驗人生，而且最後呢，要掛喺十字架上擔當世人嘅罪。如果我有個仔，我派佢去美國、去英國、去澳洲啊，或者更好嘅生活，但係假如派佢去個好落後嘅地區，而且知道將來佢要喺個地方慘死嘅，哎呀，我哋一定唔想咁樣做啦。但耶穌基督嚟世界呢，聖經話為要拯救罪人。哇！點解世界上嘅人需要拯救呢？親愛朋友，假如而家我落喺井底裏邊，哇！你咁好人，你竟然揾條繩咧抌落嚟救我，我從井底出翻嚟，重見天日，重得生命。耶穌嚟到呢個世界，經驗人世間一切嘅艱苦，最後掛喺十字架上，親身擔當我嘅罪，世界上嘅罪，除去心中嘅憂傷、苦悶、掛念。耶穌更加講句說話：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喺2025年呢，世界發生一件轟天動地嘅事。有個喺美國嘅青年人，佢名呢叫 Charlie Kirk，K-I-R-K。呢個人呢只係31歲，哇！佢好關心美國，佢就創立咗一個社團呢，就叫 Turning Point 轉捩點，就話俾人聽，只有耶穌基督嘅真理能夠救美國，能夠救呢個世界。
呢個係佢嘅信念。去到好多嘅大學，去到好多地方講耶穌，講點樣將耶穌嘅真理咧應用喺社會。你都知道啦，在今年9月底嘅時候，忽然間一槍聲，呢個人就倒下嚟。最令到我哋嘅心受感動嘅咧，就在佢嘅喪禮裏邊，佢嘅太太一個好年輕嘅女士，竟然話寬恕嗰個兇手。哎呀！如果我做寡婦，我嘅丈夫俾人殺咗，我一定咬牙切齒話要報仇。但係呢位太太亦都係俾耶穌基督佢嘅使命、耶穌基督嘅愛所感化嘅，同丈夫同心嘅。佢話：假如我丈夫喺度咧，都會寬恕個兇手噶啦。31歲，如果係我個仔，如果我做佢爸爸媽媽，我派佢養大咗佢，希望佢能夠喺社會上有所服務，但一個槍聲就殺死咗啦。耶穌基督如同聖經所講，係天父差遣耶穌做世人嘅救主。原來耶穌佢出世普天同慶，佢嘅人生經驗到你同埋我今日喺世界上生活嗰啲嘅原則，最後佢掛喺十字架上，佢嚟就要代替你同埋我能夠受罪。耶穌基督擔當人嘅痛苦，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捨生。Christmas 係一個好快樂嘅日子，但係話神派耶穌嚟到世界，準備佢33歲嘅時候掛喺十字架上為我哋受死，擔當我哋嘅罪。但係耶穌基督係真神，佢死咗仍然有生命。今日只要你打開你嘅心門，接受耶穌係真神，係救主，擔當我哋心中一切嘅受苦，帶領我哋有光明嘅人生。好想邀請你喺呢個 Merry Christmas 嘅時候，揾一個基督徒嘅朋友傾下偈，真係考慮下接受耶穌做你嘅救主，做你嘅真神。你嘅人生充滿着耶穌所賜嘅平安。有日當我行完世界嘅路喺前邊，耶穌帶領我哋得到永生。祝你 Merry Christmas, Happy New Year！ 接受耶穌做你嘅救主。